来看中国国台办是表示讲，台湾北京文化总编辑傅察2月17日上海公开接受审判，有风声讲嘛已经互起诉了。咱个陆委会是批评讲审判拢是黑箱作业，外界完全无法度来了解审判的过程哦。嘛提醒国内民众去中国，要爱特别注意，爱评估风险。伫上海去互中国国安单位抓起来已经要2年的北京文化总编辑傅察，也就是李延浩，传出去互中国秘密起诉。国台办证实，2月17都已经一审公开宣判。不过代志到今已经1个月啊，咱国这边算是无消无息。傅察先生的案子，我们政府都有掌握，但基于对家属的意愿的尊重，我们不方便透露细节。陆委会甲海基会强调讲，从案件发生以来，拢有咧掌握，配合家属的意愿提供协助。不过中国所讲的公开审判，若曲随正甲突破，讲因根本是咧讲白贼。立委阁批评中国想要哪交流哪掠人，真正是恶心操白来。他是公开把它当成宣传样板整个审判都是秘密进行。黑箱作业，一般人都不知道他所犯何刑，他的证据双方答辩的这个法庭答辩的资讯，外界无从得知。那还有强调他对这个当事人的司法人权，还有辩护人的司法人权的确保，都是谎言。我想，民主自由的第一线就是言论自由，就是出版自由。而中国为什么这么怕傅察？我想，傅察这几年在台湾所出版的书，不管是整套的世界史，或者是他所揭露中国的现况，其实都已经让中国踹了蛋。陆委会呼吁咱国民众爱把傅察的案件当作是一面镜，强调讲，若去中国确实是有风险，提醒民众爱做去中国动态的登记。也若声援傅察联署的工作小组发声明，傅察的案件对两岸文化交流会有真大影响。甲北京化工应该爱公开审理的内容，确保傅察法律的权益。公司新闻台北报道。